中山先生哦，特别来看你的空嘴会使跳伞。来，我无大，你即摆是规个人，规个心拢叫人买驾车，人因两位是特别来看你，这种态度，敢袂歹势是？要来去好水啊啦！头一摆顾我这块吧，搁互看一摆吼，无你甲连我膀胱拢叫看去啊！你看，歹势，哎，坐啦，我去，坐啦，亏你较大啦。什么？我叫伊去抬孙文，伊不但无照我的话去做，竟然搁甲迄个姓孙的你遐我顶起来。就是咩？输啊！家台我像这安尼哦，叫人偷听，啊无你哦，你都要骗伊哦。这真毋是款，但这无互我李公公面子。讲这一定爱我李公公亲身出马才会应一心。输啊！我发现一个人吼，会使利用的。经过。啊，你铁顶仔边仔迄个咪姑啊，伊对孙文吼，敢若足不满的。电报。陈红，中山先生，你怎么给水我嘛？我了，我快不讲嘛。你是安怎？讲真，革命的同志牺牲了。伊伫南京的地下顶，互清兵杀死。真是嘞，互你惊到啊！这款的代志，我应该是惯势啊，嘛应该有心理的准备。阿 K 哥，到即马你应该知影，搞革命的随时都有这款的下场。无一定有一天，我嘛会雄雄的死伫地下顶。阿 K 哥。顶摆我甲你讲，我要求你对我转去长山，是不负责任的。我无资格讲这款的话，因为我是一个随时拢有性命危险的人。我袂使遐尔自私。但是你对着我，你是白白害你一世人。阿基哥，像你遐尔好的查某人。应该有一个好的归宿，应该找一个比我较好的人来爱我、来照顾、来疼惜我。来，先慢请者哈，我甲恁吼烘一盘吼上赞的绿豆糕来啦，阮店的吼上出名的啦。多谢。即嘛酒菜拢有啊，大家尽量来，饮嘞。来，我各位，今仔日上重要，就是要庆祝强评会会员大会召开咧，对无？有影。你唔通笑咧，虽然讲咱出席的会员啊，干2、3车尔啊，也毋过上重要干部总够济啊啦。来，我来点名一个吼。来。会长阿三先生，副会长铁定啊，直接。主任秘书孙中山，多知道。总干事李孝春，我来，来，会议爱开啦，啊菜酒嘛是爱食爱啉啦，来，尽量。来，请。好食呢。今年遐，你的手艺真是袂歹哦。有影。真正是好食的，但是想哦，加互你哦，真正好命。对啦，我实在是少好的查某人，明仔载我带伊来遮，互你介绍一个。冇啦。是怎样啊？我讲的是正经的哦。这姑娘哦，美丽搁地方啊，你嘛是会足水的，中医的医理捌真济呢，会当是讲才貌双全的。中山先生，你是讲阿 K 可笑？是啊，
若是阿去哥会当甲铁兄兄送做对哦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好啊好啊，我赞成。阿 Kiko 若是会当有一个好归宿，我这做二送的，嘛完成一个心愿啊。铁兄兄，都安尼决定哦。再搁讲啦哈。啊对了，汤吼已经烧啊，我即摆来源吼，甲恁传一下。啊恁哦，慢慢用，慢慢用。辛苦辛苦。来，张大兄，饮酒。你做啥？别怪，迄个孙中山来是甲你讲啥？那自从伊走了，你规人开始怪怪。无啦，啊这个中山先生吼，人真热心啦。伊是咧想讲，要甲我介绍一个查某人。我就知哦，变鬼变怪，伤空伤芳啦。规工甲你念条条，即摆佫设计一个查人，你咧身躯变。你对伊吼误会伤过深啦。人是看我孤单一个人，真单纯的好意啦，莫安尼玩弄啦。哎哟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啦，为好为歹咱会过啦。你哪知讲哦？伊头前用笑，后壁唱一支刀啊，存心不良嘛。介绍好的查某人，好，家己不要留咧用哦。如果介绍你哦，若介绍你哦，我那是后悔啊啦。咪姑啊，你看你是讲啥？一支嘴啊，愈讲愈歹听啦。好，莫搁讲这个问题啊。安尼我就当证明啊，伊这个计划吼，绝对有阴谋的。无的确吼，是日本厅派来间谍。对，绝对是安尼啦。大个，你著要分啊清看明的哈。已经设计我开刀，一刀吼，落做吼台湾最后的太监安尼，过来就换你啊啦。啥要介绍查某人，我甲你讲，伊要用美人计，了吼，甲你仙人跳，等下你叫跳过了吼，伊就达成目的啦。哦，这个人是太恐怖。恐怖！我看你的头壳吼，有影是开刀开甲歹去啦，应该倒去门床顶好好休困。人要介绍查某朋友互我，接受唔接受，迄是我的代志啦。你哦，莫安尼一支喙都细细念啦。唉，阿大啊，阿大啊！嘿，你还保重，你还保重，你知无？人老死啊，一个到底。那啥啊，那。放弃，放弃。对，你先啦，去做我帮手啊！我感觉林叔啊，看到林叔啊，爬来起脚，看到伊的表情，伊安尼绝望，安尼痛苦，所发生一切，都亲像昨就发生共款。就拢遐久啊，凡说所的因死啊！啊，若无伊若是活咧，咱找遐久嘛应该找着啊！啊，无伊嘛去驶个火苗驶遐，但是伊拢无，凡是已经无伫这个世间上啊！若照讲，你若想要娶一个，嘛是会用的啊。啊，无你嘛讲，佮交一个女朋友还是啥物，我袂反对啦，大个。
不过大，你绝对吼唔通去交迄个什么孙文所介绍迄查某，迄歹米呢，迄后悔你唔通呢，你知无？哦，大，无我就讲到这，莫讲，无来莫讲我啰嗦。滚啊！啊，你怎么做？奇怪，你袂理我呀？咱咧天下第一段见过面啊！哦，会记得，记得，哦，什么水火不侵，刀枪不入晓，恁水拢真厉害呢。嘿嘿嘿，即嘛袂当拢规拢怪阮大个啦，这要怪吼，来怪迄细孙的啦，伤过甲变人呀啦。生个水，专门咧讲一寡什么平等博爱啦，花言巧语，阮大唔只吼，分袂清好歹人啦。这哪着讲啊？细孙个是好顶的任务，你敢知影？这三毛呢，10毛钱呢，这偌可怕的业务，你知影无？是三毛，倒来遐侪毛啊？10毛不杀，誓不为人。这10毛就是我义和团的敌人，阮是见毛毒杀。这头一步都是青目睭、高鼻啊遐的阿斗啊。第二步就是信奉英国遐的中国人。若是讲到这第三步，就是亲像孙文迄种有法西洋、学一寡英作福的人。但是讲到这种人，是我李公公看到上讨厌的人。公公啊，你讲安尼吹甲全毛吼，我规身躯规个起毛拢歹起来啊！你愈讲我愈气，我愈听愈生气。我好一条，是阮爸母生我，你袂准啊，干咧挂盐家咧，一刀就甲我撩起来。这讲真实，这实在是真可怜。讲到这种养家的痛苦，我公公上了解。不过，你实在是吹着人讲种心事啊！讲起来，咱两个是同病相怜啊！对啊，你是京城的太监吗？我这摆是台湾的最后一个太监啊！问你就上了解啊！我说袂要紧来问你，公公啊，迄向养起来时候，心肝个人足虚的。这若是去年呢，这根本就是脚软手软，膀胱无力。对啦，我就是有这种感觉啦。是我食爸母，是我食吼公公你啦。既然安尼，要赶紧拜我为师，加入义和团。加入义和团？敢讲你无想要找姓孙迄个三毛的报仇？无啊，公当然要报仇啊。公公啊，你讲脚软手软，公无来去甲遐轮软啊，你要报什么仇？都是因为安尼，所以才会修炼神功护体。神功护体？忘掉，一旦练成神功护体，就亲像阮带一个照妖镜共款，拄着三毛去重要。你紧甲照一下，伊就随便去往去。我你讲我怪骗自己，是因为这你的可怜。而且深山下来开一间便利四地啦，实是真特别。我甲你讲，这间的主人啊，搁较特别，等日就会知影。
甲你讲，这间的主人啊，搁较特别，等日就知影。哦，我先来去。好。弟弟阿兄，啊，你个共会的朋友来一群啊，你搁摆出去陪人。我知啦。弟弟阿兄，你也看来怪怪，你有心事哦？无啦，我哪什么心事？哎呀，我跟你讲哦，今仔佫加娶一个查某的哦，啊，佫生做真水哦。有啦，我有听讲。啊，莹莹啊，啊？你若拄则走到迄创啥？毋着出去外口招个人客，加唱一条歌，互人家听。哦哦哦，好啦。这个主人今仔日是安那？到即马无看到人呢。兄，敢会无欢迎我？袂啦袂啦，你等一下哈。英姑娘，麻烦你叫铁钱仔出来好无？讲好啊，今仔日啊，摆家己介绍女朋友的，是安怎一点都离去啦？拜托拜托，麻烦你哈。好啦，我们小等一下。多谢哈。先生，你是毋是咧困床照？你叫不甲我讲要甲我介绍男朋友啊？你安尼我就歹势呢。阿基哥，你莫怪伊啦，只不过是大家熟悉一个嘛。你印象度量足大的，应该袂甲我生气对无？好啦，这个面子哦，我做互你啊。人咧吹啊，走出去哦，莫用咱伤久。我看报哦，原来是要来介绍女朋友啊，这也无啥物好歹势啊，你讲我知。你讲啥？你莫安尼找我麻烦啊无啦？你出去啦。是啊，是嘞。伊娘兄，是安怎？点心嘛食煞，茶啉几啊泡，你搁比伫遮无爱出来见人客，紧出来，莫让阿舅讲你我等伤久啦。来，我无啦。中山先生，我这世人无想要搁交女朋友啊，嘛袂搁娶某啊。这话是安怎讲的？我无甲你讲，迄是因为我无愿意，我想起过去痛苦的代志。迄去是啥物代志？我娶过某，我甲阮某的感情真好，嘛真深。虽然即马伊无伫我的身躯边，但是我想，我是永远袂你给放袂记。真正是是嘞是嘞。无啦，可惜的应该是我。我早甲你讲，就袂发生今仔的误会啊。无啦，无代志啦，吼，无代志。无我看你今仔日的心情嘛足无好诶，我看明工转过来抬杠，好无？慢一点。中山先生，麻烦你替我甲阿弟个小姐回信嘞。你莫烦恼伊啦，你莫甲阿去个当作是查某人啊，伊哦有时阵哦比查甫人较阿莎哩。好啦，无代志我就先来去啊，吼。你有闲的时阵到我遐行行看看。会啦，好，再会再会再会。行，咱来走。
我甲你保证，铁鼎啊绝对毋是一个随便的查某人，伊有情味，有担当，有魄力。不过即摆讲这个，嘛是假讲的。伊甲伊的钱甲伊，拢互伊以前的某。我知你安尼做，拢是为我好，你惊我替你受苦受难。啊，毋过我已经想清楚啊，像我这种无依无靠、无亲无戚的人，我应该将我家己奉献出来，替这个社会、替百姓服务。安尼才无枉费你给我这条命。阿去讲，你真正是了不起啊！我一直认为，你是个需要大波人的照顾，需要家庭温暖的人。点都袂记得，你其实会通做一番大事业，创造时代的女性。生在这个时代是遮尔不幸的代志，也毋过伫这个时代，会当实在你这勇敢的路径，对我来讲是一件遮幸福的代志。我也毋是啥英雄，我不过是清朝要掠4大块内底的一个，而且革命的事业是成是败，也毋知影。不过今仔日听你讲这款的话，阿去讲，我袂过甲你介绍什么查某啦，我嘛袂过做这款的莫名其妙、无意义的代志。你放心。全国好，军威不屈，以豪进quân，大天之威。赢。即马你有感觉无？你的脚甲手是毋是比较以前较有力啊？一摸、两摸、三摸、10摸杀尽，面骨翻身。我感觉我即马愈来愈勇。真好。安尼讲起来，毕竟得到我的真话。而且我的体内，我感觉敢若仙姑咧甲我附身咧。我已经毋是较早减一礼拜面骨啊！我是为着成功会记好姓名。哦，即马我去听看卖，看敢有仙姑甲你指示，叫你赶紧去完成迄个神圣的任务。是，有啦。我听到仙姑讲，叫伊摕迄3摸孙门。哈哈哈哈哈！真好！你即摆已经得到我你讲我多无共我的仙姑成功，以后若是要掠3某迄种的妖妇，都亲像倒地人间。是。啊，毋过讲啊，这嘛真歹讲咧。这个水门的身躯边有真侪人咧甲保护，这李少春啊，就头一个。啊，即马搁有阮大了去，等当时，甲我都机会下手。你这个人实在有够退的。你想看卖，你大个当作你是家己人，迄个出门嘛袂方便你。讲起来，你的机会实在是太多太多啊！啊，若无仙姑哪会找着你咧？哟，我哪无想到，多谢师傅提醒。搁有一项代志，你一定爱记。爱活了顺门，我要为伊的口中知影，所有乱党的名单，要将伊一网打尽。是。汉奸糟糕，搞过一本，还袂掉地，还袂过一礼拜，今仔日就要你死。等一下啦，阿去哥啊，你过来一下，来，我这有一张相片，我要互你看。什么人相片？你看，就是这张啊。这边有可能。我这有一张相片，我要互你看。什么人相片？你看，就是这张啊。这边有可能。
伊叫做秋瑾，也是阮革命的女同志。秋瑾，看起敢若女中豪杰嘞。当然啦，伊一直伫阮组织内底担任足重要的职务，伊非常勇敢，啥物代志拢走伫头前。看到你，就我想到伊。我是要安怎甲伊比？我若有荣幸哦，会当甲伊学有伊一贯的成就，我就足满足啦。将来有一天，你带我转去长山，我一定介绍互恁认识。我相信你两个一定会变成好朋友。我即摆就想要甲伊做好朋友啊！你要食饭？陈队长，倒来去，好快点哈！我吹个手啊！对啊，我吹个手啊！对啊，对啊，这里对了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来了。我心里又搞了，一直救啥啦？来，你啊，较正经，唔通伤激动哈。我才袂参像你安尼咧。好，你听好啊。哎，我看到手啊！你听着，我看到手啊！你是讲啥话？对啊，就是邵文子啊，就是伊啦。哎呦，美姑啊，我你无闲啦，妈你讲算笑啦。无，过来，是安怎啦？听我讲啊，我吼真正看到手啊，我甲你无相信呢。我想讲啊，我看唔到，不过我想想，手啊伊也无相信啊啦，绝对是手啊。恐怖的是，你猜到啊？啊是伫什么所在？就是咧孙中山啊，大已经愈下啦。也不告诉伊啊，去到孙中山啊，两个有讲有笑，两个艺术家斗阵的呢。对啊，对，上这里了，对，我这了。赵坤，这是谁呀？我是少文啊！这人哪遐尼粗了，连无礼貌啊！放手啦！赵坤，你话你讲啦，这半年你都袂清你我，我捌你啦，是我，我捌你啦，我是少文啊！你若是要倒流手吼，你先头家登记，啊若无吼，请你对我较尊重咧。你放手，我拢听不惯你这种人。你看我真足，你看我真足，我是你翁婿啊！赵坤，你看我真足啊！我是你翁婿啊！赵坤，赵坤，你放开你，你放手！先生，你去放手！先生，你安尼做，会惊着阿去哭的。先生，跟来赶走了，跟来赶走了。别惊哦，我伫遮，别惊吼，无要紧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好。铁定兄，你今仔日是怎样啊？我专工带去过，去地牢找你，要介绍给你两个实在，你无爱建议。今嘛，你向我到伫遮来对阿去哥安尼高高低，你安尼做有够奇怪，一点仔都无参像我实在天天啊兄。嫂啊，你即摆是咧安怎？你要认大？你总爱认我吧？我是大话着说，我面久的啦。先生，跟你赶走，我袂看到你，我袂看到你。阿咪讲，嫂啊，走，平平啊，真歹势，不过今仔日你两人先转去好无？
饭菜拢冷啊啦，先去食饭啦。吞袂落啦！想着阮嫂安尼吼，就阴咱后来啦，食啥物饭？莹莹啊，我问你，恁查某人吼是毋真够变心嘛？啊，若无阮嫂甲阮大家离开一阵仔尔，咱两人见面，敢若无熟悉咧？哈？哎呦，人若我会啉就算啦嘛，手边去洗洗，准备食饭啦。啊，等你看恁两个啊，头先那脏水的，喙手那扫帚的，啊人无成人，鬼无成鬼，去整理你看会较好无？准备食饭啦。对啊，我若无想到，如果啊，咱两个模样是毋是变啊足多？素芬无怪袂认的咱。对啊，大啊！你连咧定咧定，咱日本警察就袂认得咱啦。嫂甲咱离开遐久，伊变哪会记得咱啦？三娃娃，来个算算。你听兄，咪久，菜甲恁烫好啊。快进来！进来，过来，过来。是吧？弟弟啊，哎，嫂，恁哪会变到安尼啊？毋是阮变安怎，即摆安尼吼，这是阮本来模样啦。是啦，是啦。借问者，啊素芬有伫无？伊伫休困，我看你也是莫阁搅了伊。哎，无啊，你这是要咧讲啥物五四三个啊？啊，我甲你讲哦，去甲阮嫂叫出来，啊若无，我甲你这间旅馆哦，拆下做查销。你莫会遮尔焦急，有代志咱慢慢来讲。啥物慢慢来讲，要办到啥物时阵啊？阮大找阮嫂找偌久，你知影无？你知影性命几解无？偌济目屎吞咧巴肚底无？你根本就无了解心内痛苦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去遐叫出来！你即摆是创啥啦？啥物事啊？啊，去过你面哪出？创啥？啥物？无要紧，我信任铁定兄。啊，去可，你好好甲铁定兄讲者。铁定兄，你来好好讲，唔通冲动。多谢。素芬，我实在真糊涂，嘛真懵懂。这几半年，我的喙手家己流甲遐尔长。啊，规个人拢变啊，无怪你认袂出来。安怎？你即马袂感觉遐青楚啊？吼，你会认得我是你翁婿对无？伊安尼看起来，确实是有较少年啦。啊，毋过，我真是毋捌你。啥？你共我袂认得我？我紧，走，你看我有炸者。这你的手棍啊，你的红手棍啊，你过会记袂？你过会记？你看清楚。这个咱头一摆见面的时候，我脚落着，你就用这条红手棍啊替我包起啊。
你过去未？你想清楚，你看卖，你看卖。真是的，我唔知你伫咧讲啥。素云，咱若是要警察对杀，你怎保你山卡？我甲你的手掂着有啊，但是遐是帮警察，陆行清一直讲我的头，讲我的头转火，火全滴喺你的面，含你的目屎掺杂做一伙。后来，你唔甘我，就故意把手放开，将我抱落山卡。处理干了，这所有的一切，拢变成我的恶梦。我是日半暝啊叫我惊醒。你遐尼亲爱你的某囝，你这份亲情，实在使人真感动。但是我相信，不管你的某囝即摆人伫什么所在，伊一定有所感应。素云，我的某不是伫这两个所在，伊就伫我的面前，就是你，就是你啊！我毋是，请你倒转去。我落雨地送满天，江风起火对手面，孤山生活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多曲旋。素云，素云，你会记我？你会记我对无？哈？用一摆你唱的这首诗，什么人听到，什么人拢会感动流目屎。尤其是你的做，我遐尼感动，我听到心肝就艰苦。不过，我确实毋是你的某。弟兄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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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来，哪讲？事情无该做得当啊！素云干嘛袂记得我？素云哪变人咧啦？过来！
我看这件代志可能无单纯，无底卡背后阁有一段故事。中山兄，你敢会记咧？阿吉口是互咱伫咧溪仔底救起来的，伊受过伤，捌有心，伊的背后真可能有一段真悲惨的过去。你的意思是讲，这个铁钉啊，有可能是阿基科的翁哦？哪有遮尔拄啊好的代志？我咧想讲，这中山兄会当甲阿基科带起来做生意啊？啥物？中山兄甲阿吉口？小春，莫往里讲。哎呦，这哪有啥物货啊？这查甫人三妻四妾，真平常的代志啊！佮再讲这阿基科，遮尔好的查某囡仔，你甲放掉，伤无彩啦。无用的，我这个做二嫂的头一个就唔答应。我对阿 Kiko 有一份责任的，我是无可能让伊遮尔委屈去互人做生意的。小春，你这款的三妻四妾的思想上过落伍啊！我看，咱还是先去了解阿 Kiko 的过去较要紧啦。对啦对啦，咱应该去说去听遐问清楚的。迄时阵，我受日本警察的迫害，素云阁大巴肚，但是伊嘛是无办法，伊性命对我走。后面有日本警察伫对杀，头前是板凳深客。素云为着无想要拖累我。对安尼，我目睭紧紧，看伊跋落溪角。半年前，我来台湾办代志。顺沙找阿三、罗桑去庄家四界去看看。有一天，阮个人沿着溪边去找药草，药草还未找着，就看到一个规身躯拢是火、昏迷不醒的查某人。来，我嘛印象真清。迄个时阵是下晡3点，伫咧北进拿来上溪的溪仔底。无对，我记得足清楚，是3月初5的下晡。后来，我嘛落去溪坎的去找，可是啥拢找无啊！我这做红菜，想要替伊收一个全身都做袂到。安尼讲起来，阿基可真正就是你要找的素魂啊！无对，就是伊，伊就是我找真久，生死不明的家后啦。